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来到瓜田游客中心，第印象第一片空块大草坪顶天然景观，加上用于西拉雅传统部落加嘉南边缘的设计，结合艺术造景，相当有特色。而且除了是瓜田游客中心，嘛是西拉雅风景区管理处所在地。占地11.2公顷，伫中央甲地方同心协力之下，开3亿外打造完成。上午交通部长林佳龙嘛亲自来启用，伫地方济济贵宾的见证，正式精彩。一起用钱，瓜田游客中心开幕。我们可以看到瓜田游客中心 COVID-19， 这个疫情啊。在国际还是相当的严峻，我们现在是边境风险严管，那境内松绑，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要好好的来把我们的国内的旅游的这些这个资源做个整合，跟提升。等我们国门打开的时候，所有国际观光客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会感受到像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这种水准，可是伫国际疫情有完真紧张的之时，咱过来就是进行观光资源甲产业的盘点整合，就参照瓜田游客中心的规模，正是要大家来体验台南甲西拉雅的美景。很谢谢部长的帮忙，很谢谢观光局以及交通部各位长官的努力，让这个地方真的是。刚刚提到了好山好水好好玩，而且好居住。为什么好居住？你看我头上那个鸟，就在上面筑巢了哈，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方。也祝福我们今天的启用典礼能够圆满。这个所在能看到足水的，未来如果到5G 的话，当它拍空中荧幕拍去了，等于底下放电影一样。所有的真正，你们讲5G 哦，5G 已经来了，在这个地方打出去的话，这个草场顶原来咧。拍电影院啦，整个发展者是足水的场地。咱的山区，咱的溪坝，咱需要更加多资源，把我们的资源共享与结合。所以我们希望点线面结合，投入更多的力量，由中央来协助。除了户外美景以外，内部的电视厅伫开幕期间，有知名设计师萧清扬的收藏展，以及西拉雅摄影作品加动态 VR 体验，让游客伫动静之间，拢当认识西拉雅的水。今日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在社区主保营今年第2天，除了予学生认识媒体素养，了解公用频道甲电视分级制度，才刷地参观摄影棚，了解节目录影流程甲各种软硬体设备，予学生拢相当有兴趣。实地嘛看到记者将采访摄影的所在，透过剪接到新闻包装的过程。当然，主保营的重头戏就是要教学生如何成为专业的主播。所以除了有技巧的分享，有伪装造型的教学，嘛要亲身来将主播台录影操作，相当充实。双子星3冠王有线电视首度举办主播夏令营活动，广邀台南市25位学生一起到双子星有线电视参与2天的课程，让其他同学更认识媒体。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严俊宏，我们再会。为期2天的主播营，除了有静态上课，嘛有动态体验课程，希望予学生伫轻松处理过程，知影如何分辨消息，做一个聪明的阅听众。最后，主办单位嘛颁发结业证书，为这2天画下完美句点。我希望你们这2天都有很好的收获了然后回去可以跟你们的爸爸妈妈说，我这2天在3冠这边的小主播夏令营，学到了什么东西，
那也要跟他们讲哦，比如说，现在不是网络都很多假消息嘛，对不对？哦，那不可以乱传哦，那要能够辨识哦，对不对？哦，那我希望你们这2天都是收获满满。今年爱在社区主保营都要互学生大开眼界，重要嘛是要互因的暑假生活加添丰富精彩一夜。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跨国企业上届需要的是国际能力的人才，所以城大所推动的成蝶计划，就希望透过三下合作来培育跨国优秀人才。3月上午，城大就甲越南演员基金会、港台建设公司等签署合约，希望协助企业放眼全球影视经营，把用城大甲台湾的学术能力拓展到全世界，场面相当热烈。人才养成过程当中要有2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当然是资源，资源来自于学术的资源，来自于他生活跟未来事业发展的资源。我想执行长这个多年的这个投入跟善意，从这一端能够支持我们的同学更安定的学习。可很重要的，人才在未来的竞争力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产业的资源。产业的资源能够让他及早看到未来发展的挑战，产业的资源也让他可以更精准的去扣合他现在在学校里面要去关注、学习或者理解的这个面向。我们政府现在决定，我们呢如果要发展的话，要突破3个瓶颈，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是那个行政这个手续怎么能不要繁琐了，提供这个很便利、很痛快的那个处理行政手续呢？第3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这个怎么能培育人才？我们非常高兴，这些今天有贤董带领，还有很多企业家还是出资来鼓励我们在越南留学生。我这里非常感动，也借这个机会表示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旧年底，城大透过成蝶计划，已经甲泰国上市的公司签约，这个为企业争取伫城大留学的泰国甲印度学生合作。相关的签约以后，寒暑假拢将提供城大学生前往各地来实习，期待伫上好的人才培育基础，展开更较侪合作，创造双赢。台南新闻顾文志、何乔邦采访报道。由官兵防治学术基金会甲市府卫生局共同主办，结合统一超商，伫个短短4天举办16场的官兵体检活动。最后一场7月31号暗时，伫个东区的东安路统一超商的门市来办理，吸引未少的民众踊跃参加。其中有过路的民众，当时嘛有查某囝陪同妈妈做伙来体检。阮查囝陪我来的。讲肝啦、验肝啊，搁啥？迄落啊，我就来啊。我们肝病就是我们的国病，很多人都不知道，对，然后都没有出来检查，等到严重了去医院都来不及。对，所以就是要鼓励大家要出来，所以你今天做代表，你出来了，好，谢谢。会中包括基金会执行总监黄万强，以及南部分会执行长毛连瑞，拢到场为工作人员来加油打气。希望公司协力，为了企图台湾的国病来努力。我们跟新闻在这个林钱捐的募款已经有15年了，所以我们有在前年募的4000多万里面，我们想应该扩大到让民众非常方便的能够到新闻的店来做抽血，所以今天我们才到台南来。我们也很感谢很多义工朋友的支持、鼓励。非常谢谢。我们知道这个肝病是我们的国病哈，这几年哈，在这个肝病基金会的努力之下呢，我们筛检了非常多，而且治疗了非常多的病人哈。那也刚好是最近几年都有这个 B 肝、C 肝都有很多新药来上市，可以造福那个民众。可是呢，我们事实上有很多人还不晓得。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需要靠来做筛检。那肝病基金会呢，在投入这个公益这一块呢，事实上是不遗余力的哈。他们已经做了好几十万人的，那么也希望目标只有一个啦，是希望尽快把我们把这个民众这些肝病能够赶快把它根除哈。4天16场的超商门市的肝病体检活动，主办单位肝病防治基金会嘛特别感谢统一超商的配合，运用超商设立的防治肝病的零钱券。帮助民众做免费的体检，4天总采检的人数高达3011人。预计体检的报告伫2、3礼拜以后就有结果。为了提高民众就医甲治疗率，如果体检的结果有死性肝炎的病毒，将由基金会各管师来提供医疗的咨询、转诊甲后续的治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世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暑假是全家出游、增加亲子关系的好时机。为了推广亲子同乐，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特别举办大手牵小手亲子封街趴的活动。活动有得到爱家舞一舞、舞蹈比赛得优的幼儿园舞蹈表演来揭开序幕。接续还有新南国小早来活力的街舞为活动带入高潮。会中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林俊宪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拢到场出席。活动中同时嘛宣导防疫的重要性。我们有时候封街趴都有主题的哈，哎呀，我们要那个防疫啦，说到防疫是很重要的。今天又出现一个本土案例了哈，不过不在南部，在中部哈，在中北部了哈。那但是台湾是一体的，而且台湾很小，高铁一坐1小时、2小时就到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要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大手牵小手，下个礼拜就是父亲节了。我们希望今天大家亲子游，父亲带着母亲，带着小 baby， 带着小可爱，带着小天使，大家一起来度过快乐的周末下午。希望大家都平安喜乐。现场除了设立亲子的闯关游戏，另外还有复古的童玩区、街头艺人的气球秀、手部彩绘加小小警察的装扮等。吸引未少的大小朋友共同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安平区公所甲社团法人台南市慢速垒球协会共同主办，2020台南市第5届安平剑仔杯社区棒球邀请赛。今年总共来自全国18支队伍，其中12队是少棒，青少棒6队。1号暗时，做伙伫安平文中66个球场举行开幕式。伫义在国小若有所的热情表演，为活动来揭开序幕。现场包括市长黄伟哲、新疆慢速垒球协会立委林怡锦，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里长拢到场出席，为选手来加油打气。今仔日1年1度，我们2020安平剑士杯星光社区棒球赛我们再一次在今天慎重来展开吼。我想咱这已经办几啊档，咱每一档拢有真侪队伍踊跃来参加，当然。嘛有真侪家长的陪伴，
陪伴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这个比赛。代表我们安平区公所，谢谢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安平。既然叫健师杯，所以全部都要跟健师有关，要找健师，要穿健师的衣服，喝健师水，那也要去找健师。那希望在比赛棒球之余，大家都可以了解到我们安平的健师文化。那也透过这样子的行销，可以带动我们社区棒球的蓬勃发展。会中主办单位嘛特别颁发感谢状，感谢即届的侪赞助单位，包括上主青甲三冠龙有线电视赞助免费的电影欣赏。接刷主办单位也邀请市长以及侪位的贵宾共同开球。虽然雨势愈落愈大，不过球员甲球迷也是相当的热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连续举办8档的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侯，今年将伫8月15、16伫将军渔港连续举办2天，2天分别有无同的主题。15号是以王者降临，以摇滚饶舌等流行的元素；16号是午后的派对，以抒情加文青为主。今年呢，在市长的一个大力的支持之下，我们加码从1天变成2天。第一天呢是王者降临8月15号。王者降临听起来就是咱迄天的角色主要都是我们主要的歌手，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以男性为比较主要的一个歌手。那以摇滚啦，比较有 heavy metal 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讲王者降临6点开始那我们的16号呢是我们的午后派对因为礼拜日咱隔天就要上班所以市长也很贴心的帮大家设计了，不要让你玩到太晚5点的新开戏听着我们这种疗愈系的歌手吹着海风，那太阳也暖暖的让大家可以在海边享受一个很温馨、很疗愈的一个午后为了宣传今年的将军侯活动，主办单位特别请来台南的观光大使吴文芳为活动来宣传代言。将军侯音乐节事实上已经有非常多的，已经有蛮有历史的，而且已经是南台湾在夏日音乐节的第一品牌了。那这次特别除了8月15号之外，过去往年都只有1天，那今年有再加1天，所以而且卡斯真的不是盖的所以说15号、16号各有各的擅长的盛场，而且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吃的、喝的、玩的都是集中在我们将军侯音乐节。那也同时8月15号也是我们七股海鲜节，大家可以在中午吃了七股的海鲜，晚上来将军侯音乐节尽情的奔放一下。市府观光旅游局长郭正辉表示，今年活动特别甲旅游网以及马沙哥观光休闲协会来合作，推出将军侯的专属特种的游程，有高铁甲饭店的自由行、专车接驳、甲在地小旅行等。只要参与游程的民众，就能得到活动专属的摇滚区的保留席，数量有限，民众会用上台南夏日音乐节官网，或者是脸书粉丝团来查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随着现在医疗科技进步，特别伫鼻癌肿瘤顶面，以放射甲化学治疗的主流，拢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同时，若早期发现，可以当加入类似镜甲新的导航系统来提升安全，避免开刀所造成的大空喙。不过，医生提醒，也是爱对有疾病、耳孔杂杂，或是颔骨硬一地等征兆来注意，尤其若有家族遗传，更是高风险。就是针对这些家族里面患有就是鼻咽癌患者的病人我们会建议说，如果就患者出现有单侧的耳塞、颈部的肿块，或是说鼻涕跟痰里面有血丝的话，要尽快的来我们鼻喉科的诊所这边就医。检查看看是不是有鼻窦或是鼻咽的肿瘤的可能性。如果是家族里面有鼻咽癌的患者的话，那其实它的风险是大概一般患者的4到10倍左右。所以说
这个得到鼻咽癌的机会是大幅的增加，这样子。医生进一步表示，虽然一档个人鼻癌相关的肿瘤大约1700位，不过多数拢是因为一开始镜头并无遐尼明显被疏忽，所以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第一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